我哋之前嘅節目同大家分享咗唔少融合咗唔同國家料理特色嘅創意通心粉食譜。今日我就想返璞歸真，做一道相當傳統嘅家常通心粉，順便可以一次解決大家日常煮通心粉嘅時候經常遇到嘅煮唔出滿意口感同埋通心粉難以入味等嘅問題。而且今日嘅食譜屬於一鑊燉料理，用一個平底鑊就可以完成所有嘅操作，非常方便，最適合單身人士居家一人食。至於意粉方面，我哋選用咗嚟自意大利嘅意粉品牌 Pasta Bossolasco。Pasta Bossolasco 生產嘅意粉精選高品質小麥，使用傳統青銅模具人工手製。而家為咗令每位顧客都可以更具性價比咁體驗到高品質意粉嘅魅力，我哋聯同品牌方特別推出全場意粉限時特惠，歡迎大家點開評論區嘅鏈接購買。首先，我哋將煙肉、香菇、洋葱同埋大蒜分別切好備用。往鑊入面加橄欖油，將煙肉煎香。煙肉油係成道菜嘅風味來源之一，一定要俾心機慢慢煎。往鑊入面繼續加入洋葱、蒜片同埋香菇，大家可以根據個人嘅口味選擇中意嘅蘑菇種類。炒出香味之後，加入白葡萄酒，開大火令酒精揮發，只保留葡萄酒嘅香氣。然後加通心粉，倒入牛肉高湯，抹過通心粉，根據包裝上面嘅指示煮10到11分鐘。煮通心粉嘅時候要適當，分次繼續添加高湯，將醬汁煮到合適嘅濃稠度。通心粉煮好之後，加入牛油，試味之後用海鹽同埋黑胡椒作最後調味。關火灑上斑馬臣芝士，就可以享用美味嘅通心粉啦。